上次先同大家講完馬斯克隻 SpaceX 要搞世紀 IPO， 估值1.77萬億美金，6月12日正式喺納斯達克掛牌上市，等到班散戶流晒口水。但點知一個雷劈落嚟，因為監管風險，任何來自香港同內地嘅客，包括私人銀行嘅超級富豪，全部一刀切，一個都唔俾認購。唔信嘅你依家試下上 SpaceX 官網想睇招股書，畫面只會跳出4個字 Error 1009。喺香港嘅 IP 已經直接被封鎖晒，究竟咩回事？官方理由喺 ITR， 即係美國管制國防武器出口嘅條例。SpaceX 依家有成萬粒衛星，仲有軍事合同同 AI， 美國佬當正佢係軍工科技。今次認購直接禁止香港同中國大陸投資者，但人哋日本散戶今次獲准加碼認購25億美金，大約195億港紙，香港就連入場睇招股書都冇份。不過大家又唔使苦瓜乾咁嘅面口，其實唔止香港食閉門羹 ，SpaceX 自己喺大機構面前都食緊。SpaceX 舊年因為瘋狂燒錢搞 AI，淨虧損近50億美金，就連標普500都嫌佢冇錢賺，估值再高都冇用。企硬唔俾佢快速踏入指數，嗌佢乖乖地排隊等夠12個月先。所以話呢，今次認購唔到，有可能係因禍得福，避開咗高估值嘅首波泡沫。等佢上市整改數據全披露之後，大家再喺2級市場冷靜尋寶都未遲。我係金仔，下集見。